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6日，耶利米书10章12节安尼讲：上主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伊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规强冲。三角来祈祷，用大能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真、至圣的全能上帝。你是大有权能、满有智慧、充满气力的创造主。主啊，在你的创造中，愿看见你的奇妙伟大。主啊，你予山岭坚固，你予江河长流，你予大地万米生长，予宇宙照律来运行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智慧赐予阮，予阮伫这混乱的世代中行正直的路。求你用你的气力扶持阮，予阮伫软弱中犹原通徛袂牢。主啊，愿阮尊你最大，因为你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大地，用你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开强冲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